暖暖十门客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客节目。咱台湾真够风台，会记起细汉的时阵，毋捌代志，逐摆听到风台要来，总是充满期待。因为风台若来，学校就会放假免上课，停水停电的时阵，阁会当食泡面。这两项代志，会当讲是迄个年代囡仔人的小确幸。也若马哈的小确幸是啥物呢？暴雨过后的清晨，屋瓦和晒谷场上布满丝漉漉的刺竹叶。一阵清风吹起，竹叶翻飞，变成满天满天的绿色小鱼。在六婶婆的后院里，小小莲雾落了满地，一个个水灵灵、亮晶晶，像叮叮当当的小风铃。风雨过了的透早，厝遐和场埕拢是淡落落的刺竹仔叶。一阵风吹来，竹仔叶摇摇飞，变作青色的鱼仔，伫空中四界游。六进步的后背埕内底，足细粒仔的莲雾拢落甲规涂骹，光莹莹又搁金细细，若像叮叮当当的风铃仔。听小明小姐，有你的包裹哦。哦，好。来，麻烦遮签名。哇，遮大箱哦，是倒位寄来的？我看是嘉义县番路乡。嘉义番路啊，是彩萍寄的。哦，来去啊！好，谢谢哦，徛较慢嘞。妈，这箱是啥物物件？是嘉义的彩萍阿姨寄来的，咱拍开看卖是啥物物件？哇，这红红的物件是啥物？莲雾啊！莲雾。对，这是阮细汉食的土莲雾。土莲雾，哪会毋是冰冻的乌金刚？我无爱。哈哈，妈妈甲你讲哦，这种土莲雾比乌金刚搁较稀罕，想要买就买袂到。敢真的？为啥物？你想要知影？咱来去桂花树较济，妈妈豆豆仔讲互你听。好。淑梅是伫婚姻大汉的庄脚囡仔，收到好朋友寄来红色喜气的土莲雾，脑海中又搁浮出细汉的时阵做风台的情景。风台对多数的大人来讲是烦恼，嘛是灾难。烦恼风雨若伤大，无法度出门趁食，一个大细都爱摇巴肚。烦恼风台若是甲厝遐吹海去，
规家伙仔都无所在通遮风避雨，更加烦恼溪水涨悬，四月园一暝之间就规个乌有去，甚至亲人会互大水冲走去。啊，风台这么可怕哦！是啊，毋过妈妈细汉的时，便若风台要来，心内拢偷偷咧欢喜呢。啊，风台这恐怖，为什么你会欢喜？因为风台天毋免去学校上课，我会记哩，我拢秘踮房间内，倒伫面床顶，有一领细领被单盖骹，听门窗哐隆哐隆响，哪看小雪，哪食柑仔糖。报告，听小妹啊，入来，你即届月考又搁考第一名，真高，这个柑仔糖赏你。哇，多谢老师。免客气，要继续保持好成绩哦。我会拍拼。迄当阵月考我若考第一名，老师就会送我柑仔糖，我拢藏起来咸咸仔食。柑仔糖咁好食，你拢毋捌买互我食。迄是阮细汉时阵食的四手啊，即马可能无人咧卖啊。想起细汉时有柑仔糖好食，就感觉足幸福的。阿妹啊，厝顶在落雨，紧去灶骹摕我鼎鞋仔来穿。好，抑阁有哦，风台天厝内四界拢咧流水，恁外妈就会叫我去灶骹摕一寡房顶生花，寒桶面桶出来渗雨水。我上爱看雨水正正滴落去我牌的盆仔内底，刷落去，搁用纸凹一只船，下伫大骹面桶，互伊行，足深色的。听候风台过雨停啊，拍开门窗，小妹仔第一件代志就是走去六珍宝因兜的冷木丛树骹。哇，这丛冷木是小妹的60公种的，大甲比厝顶更较悬。6月时，冷木长熟，一罐一罐挂伫树画顶，有够像吊伫半空中的铁马仔，也就是风铃。透南风的时阵，铁马仔轻轻啊海震动，铃铃咚咚的铃仔声，甲每一个囡仔的心哭条条。妈，安尼恁细汉的时，毋着常常买冷木来食。阮嘛足想的啊，毋过吼，阮六叔公足歹的，平常时阮遮的囡仔根本就毋敢甲伊相借问。哈，搁再讲，迄个时阵，冷木又阁是足稀罕的果子，六叔公拢嘛顾条条，无爱互人挽。只有一个时阵会当破例，就是风台天。哇，规涂骹的冷木呢？小梅挂一卡桶仔，若像秋风扫落叶，甲涂骹的冷木沙沙密密扑落去桶仔底。二进步的查某孙阿君啊，甲伊讲：好，阿妹，你哪会捡遐济冷木啦？你毋知啦，我小受少久啊了，这是风台天才食会着的，当然爱加捡一寡。但是你捡这拢是六珍无捡剩的呢，也阁青青，一定足涩。你看，阁有足济糖呢。无要紧啦，糖解用刀仔削削咧就好啊。要若青会当用盐洗洗咧，就袂涩啊。了后阮通食酸酸甜甜，就好食诶。好啦，毋过你毋通食伤济，也无会巴肚痛哦。
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广东好朋友敢知影，莲雾虽然好食，但是过去的人较无爱伫咧厝骹种莲雾。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这部续入去，咱邀请湖南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咱来说明其中的原因。普通咱庄脚人的迄个民俗吼，是讲厝骹较无爱种莲雾啦，但是伊是梯啊，吼，伊是梯啊，算讲离厝有一丝仔距离啊，吼，迄就较无要紧啦。莲雾是安那人讲无爱种咧，迄是一种的迷信啦。讲莲雾吼，空壳材啦，莲雾有材啊，材入面空壳，会有一个空啊，才有一个籽安尼，叫做空壳材啊，空壳材引申来讲。趁钱吼是空壳的，空壳财，财就是钱财啊，空壳财就是趁钱无法度存啦，安尼无法度实在留咧安尼啦，袂记财的意思。六金嘛，来哦，来倒牌哦。过顶天透早，日头对后壁房间的茶汤车敲入来，莲雾丛树骹传来大人讲话滚假的声音。阿东啊，你是去倒位掠遮济鸭转来？煞毋知影风大天，水头遐鸭寮雨水冲海去，哦，你几百只鸭，对迄个溪水冲出来，偌济人去掠咧呢？安尼哦，好，我紧来去回兄烧水。阿妹啊，你嘛较紧来倒出鸭门，这莲雾等下互你食。真的哦，安尼我鸭门带好，会当直接海公手无？会啦，无问题。迄两天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食上济莲雾的日子。后来咧，后来，有可能是因为食伤济也袂熟，但是无清气的辣味啊，我巴肚疼几若天。哈哈哈哈！谁叫你遐妖怪？小梅食伤济莲雾，结果歹巴肚这件代志，互老爸真无欢喜。骂小梅的老母讲：你是安怎互囡仔食啊济莲雾？迄莲雾遐甜，莫讲囡仔人，大人食济嘛袂堪得。你煞拢无甲动，按记在伊食。囡仔平常时无通食，难得有机会，当然嘛挡袂牢，一直食。要再讲，头摆就咧食，何况是家己进步处理种的。有影啦，妈妈细汉的时，真正捌甲恁阿舅去后壁田的左仔园甲别仔园，甲人偷挽果子。哥，这个芭乐敢熟啊？熟是还袂熟啦，毋过会使食。会来，我挽一粒你吃看卖。红心的呢？嘘，较细声的啦，若互人看到会掠去讲尻川呢。哦，啥款？好食无？这甜的，内底有糖呢。有糖搁较好啊，迄表示无厝农药啊。哈哈哈！嘘，较细声咧。哟，好恶心哦！有糖你搁敢食？哪会毋敢？妈妈细汉的时无像恁的，即摆要食啥就有啥，逐项物件拢买会着。阮迄个年代，就算有人咧卖，嘛无钱好买，所以有免钱的果子通食，我欢喜的。管伊有糖无糖。
后来咧，后来，恁外公伫灶骹边仔种一丛杨桃，杨桃生诶时，伊会用塑胶箩仔底水，放伫树尾顶悬赶芳啊，油桃敢好食？就好食啊！自从有杨桃种了后，我就毋免阁去掠种薄豆，捡落伫涂骹诶染雾，嘛毋免阁再冒互人掠着讲头村诶风险，去甲人偷挽包仔。每一当杨桃熟的时阵，小梅的老母阁会将食不完的杨桃用来结水果酒，浸伫大卡桃瓮仔内底。天后天气较冷的时，才阁对面村骹搬出来，聊聊啊倒出来啉。妈，我嘛要啉。囡仔人甲人啉什么酒？要啉，倒一水仔互伊啉啦。你哦，好啦，恁爸讲好就好，来，这杯互你，芳啊好哦。有油桃的清芳诶，先啖一喙看卖，哇，真好啉啊！好啉哦。你这个囡仔以后毋通变酒鬼哦。我感觉我酒醉啊呢。迄个青咖啡色的汤汁飘出薄薄的酒香，小梅真紧倒一个面仔红红，醉倒伫妈妈的身躯顶。我阁会记得迄暗，我做一个梦，梦着我穿白衫、拿裙，徛伫公树顶悬，伸手挽一竿荡落水的染雾，天顶的星目睭闪烁咧对我笑。当小梅对遥远的记忆回神转来，看坐伫边仔的后生时，妈，小梅看到拄则迄般互伊气嫌的染雾，已经食到剩2-3块。伊捡一块放落去妈妈的嘴里，目睭三微，悄悄啊倚伫小梅的肩胛头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风台天捡染雾》是由廖秀苗原作，大家师廖秀苗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小梅高欣怡演出，小梅的后生陈怡如演出，老师陈美云演出，细汉的小梅李东文演出。阿君啊，叶怡欣演出；小梅的老母郑佩文演出；小梅的老爸林瑞坤演出；小梅的兄哥王彦甫演出；陆金宝黄佩兰演出；阿童张志宏演出；邮差郑良光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
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问卷，就会当参加画本的抽奖。来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让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查门客电台网站来写问卷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查门客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凉爽，水牛食草顺田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